来看这嘉义市顶安宫呢，是角角寮的信仰中心。这庙内所拜的观音佛祖是真罕见的查甫的形象。专家鉴定讲，这形象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最近这佛祖出巡，也请真侪人来甲伊参拜。嘉义市角角寮顶安宫为着观音佛祖的佛诞，因是较早100年的故乡路，伫嘉义市内举办平安绕境的活动。庙内观音佛祖神尊，唔但做伙出巡，而且佫是真罕见的查甫像观音佛祖。明末清初的时阵伊的发相就是在迄个当时的所雕的架势完全的无共。咱遮会较查甫，较迄面型较查甫款，较查甫款。外口的咧？外口会较，咱咧看拢全分面的。嘉义市的顶安宫起伫1872年，是角角寮这个聚落的信仰中心。庙方讲，庙内即尊观音佛祖，伫较早医学无发达的时阵，有做药引的历史痕迹，佮因为面容较威严，所以甲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较无共。到当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早拢会做药引来治病万民安尼根据所治疗的这个年轮来算啦因为用专门的仪器来计算才有210年。这间顶安宫到今已经有153年的历史。针对庙内查甫像的观音佛祖，庙方讲，不管是威严的查甫像，也是慈祥的查甫像，这毋但是法相雕刻的风格，嘛是地方信仰文化当中多元的一种表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